12强棒球，咱台湾队摕到世界冠军。即马庆祝活动是一个煞一个。选手张正宇登去屏东茶城游街，受到乡亲热情欢迎。这帮统一赛的选手今仔日去台南参加活动，也下济球迷去现场支持。 台湾队球员张正宇当来到屏东车城故乡，徛伫车顶沿路游行，受到乡亲热烈的迎接。以手比胜利的手势回应乡亲的支持。阿嬷更加欢喜甲老目屎，虽然张正宇伫高雄读册，假日拢会倒来屏东。细汉时阵甲哥哥练投球，就伫故事边仔的街条也是空地啊。想到较早的时阵，伊讲感谢厝边，原谅因甲窗仔门讲破，也以自身的经验来鼓励南部的小球员。 其实我们这种地方，其实很容易被埋没啊。但是我们就是要敢拼敢做，然后要相信自己，然后自己才可以就是闯出一片天这样。在这个地方，小学的时候都开始了。台湾棒球历史第30举行，台湾队球员潘杰凯、柯志廷也有教练林国平，高志刚受邀请参加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的开幕活动，吸引真侪球迷来看这选手。 还是要选手在场上有奋力去投球，那看到选手都很卖力的为国家在效力，那这最终的结果是好的。对啊，旧的球场当然有感情嘛，因为在那边创造很多回忆、很多胜利嘛，然后也希望在新的球场我们也可以继续创造更好的佳绩这样子。 台南市府也表示，特点包含棒球发展署回顾，也随时来更新12强夺得冠军的优秀球员甲幕后缔造者。同时有个12月初3下晡要英勇大游行，庆祝世界棒球12强夺得冠军，全国也是真热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